嚟到開箱分享，知唔知呢個黑掹掹究竟係咩嚟呢？細細包，佢係一個盲袋。話說呢，南記粉麵而家就推出緊個優惠啦，只要食香港混醬系列呢，加25蚊呢就可以換到一個香港系列南記嘅一啲招牌嘅一啲 mini 嘢啦。咁話說就有2包，而其實我即場呢已經拆咗噶啦。咁但係呢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因為點解呢？而家我開咗第一包，你哋就知噶啦。好，咁我而家呢已經開咗佢呢個開口位啦，咁因為其實我一早已經知佢係咩款啦，咁呢，佢有4個款嘅，咁我就抽中咗呢個招牌春卷魚片米線啦，咁佢呢個呢係一個類似餐墊嘅物體嚟嘅，咁然之後呢，佢就會有一個嘅麵喺呢一度啦，其實呢個麵呢都非常真實，有隻匙羹黐埋上去啦，有個春卷跟住有啲魚片咁樣，仲有佢嘅外賣碗。其實幾真實嘅，就冇其他嘢㗎啦，就2樣嘢啦。但係點解我話我一定要拍呢一段片呢？係因為俾埋大家睇第2包，我係連續買2個餐啦。Oh my god！ 我已經 shake 到我個鏡頭，佢又係招牌春卷魚片米線 ，again and again。OK。就唔同咗，點解呢？佢多咗一個呢一個嘅盤啦，有個嘢飲，有個筷子啦。但係呢，我懷疑係頭先嗰一包漏咗咯，因為呢 suppose 係冇可能噶嘛。咁跟住佢仲係有碗麵嘅，咁所以我就好奇怪點解會冇咗啦，好慘！我已經重複咗，仲要冇咗 cry。不過呀，好傷心啊！同大家開箱下呢個南記粉麵嘅盲盒啦〜